2009年6月30號，我又再嚟到呢個電話亭。12年前，佢話要返去揾真正屬於自己嘅地方。佢亦都話無論如何，12年後嘅今晚佢會返嚟。而我嚟嘅原因，只不過係想見下佢。每一個月，Patin 都會寄封信嚟，信裡面總會有一對我好鍾意嘅耳環。好多時我都會諗，不如放棄啦。但係我又一直將佢寄俾我嘅嘢放喺身邊。不過唔知幾時開始，耳環就由一對變成一隻，之後就再冇收過佢俾你嘅信。佢曾經同我講過，世界上冇嘢係永遠唔變嘅。嗰晚我去返佢住過嘅地方，嗰度同12年前一樣，冇變過。我由始至終都覺得佢會喺度。好可惜。我臨走之前先發覺，原來佢留低咗封信俾我。封信我冇睇到，我去咗平時去開嗰間士多，以為可以買到啲有同情嘅開心。點解杯雪糕啲味咁淡嘅？係咪太耐冇食呢？定話原來我已經唔再鍾意食？Patin 曾經同我講，
如果唔順住自己嘅性格去生活，係人生嘅一個錯誤。佢經常話我最吸引嘅地方，就係我永遠不斷喺度變，永遠充滿住新鮮感。嗰晚，我放低咗佢送過畀我嘅耳環同埋信，諗住可以畀佢知道，我一直都喺度等緊佢。而喺嗰一晚，我決定要以自己嘅方式去幫自己做個選擇。其實原來冇咗佢都冇乜太大不了啫。